好，来继续来看这个8月23第二波的罢免投票，双方拢做最后的冲刺。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特别邀请到院长韩国瑜来助阵。那国民党的立委颜宽恒受里长来陪同，甲选民来拜托。那民进党这边呢，立委何欣纯是号召着党内的议员，甲罢免团体联手车队来扫街，双方拢发挥着基层的实力，要争取支持。 加油！一路车就甲他们一个立法院长韩国瑜到台中替立法院的好助手江启臣助阵，骑上车队，然后甲民众握手致意。有一个民众举国旗握手回应。感谢。民意罢免江启臣回到选区边绿箭，同时嘛拍政绩牌，宣传伊为地方争取建设，希望大家出门投票。823之后，台湾的民主会继续向前。 要进，向前进步。谢谢，拜托。另外，同款面对罢免危机的立委颜宽恒，这是甲里长徛做伙，扫街车队驶入大街小巷，甲选民做最后的拜托。拜托大家，8月23星期6一定要出来投票。面对南洋总动员反罢免，另外一边的民进党立委何欣纯做家母带头，就党内议员甲罢免团体做伙扫街。 把宣传的时间，罢免团体用尽各种方式，一直到选前的一天，要是台中3个罢免选区，要呼吁台中市民出来投票，行使公民权。有智慧的台中市市民，在8月23号投出智慧的那一票，为台湾找希望，为台中找未来。罢免、反罢免分别发挥基层的实力，选前的最后的关头，双方拢有未当输的压力。 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